报决定帐篷把领导干要上，农南家乡230能够以北的高北，星期六农历让第31，农南没压晒不能蒙查满。第高北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80会议鸟人民大会堂首会，云南朝路地球强高占用施作梦办公瓦龙。这位书记陈明和文山市调查研究一查项目是口到土产。第高北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80会议，我朝节内容办单，北京和狗一当手段，鸟人民大会堂闭幕。当说北京闭幕会肯定。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长寿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晨、曹建明、张春兴、沈瑶瑶、季炳新、艾丽根一鸣巴汗、王鄂香、陈柱、王东明、白毛赤岭、丁仲礼、郝明金、蔡大峰、吴伟华、杨振武鸟巢主席台执行主席到鸟，习近平、李克强、王阳、王福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哈么大会主席团成员多少主席台鸟。然会议呢，好多开会的么奥查脚包只叫北多，实际多做奥查一波就叫找多。我只叫想多知道多，多开会的短的是宏高法律规定。李长寿宣布会议动态看，会议通过标记，通过了高北届全国人大80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会议下的会议观察招募的一项呢，国务院内容办当中，同意报告提到的各道路执行规划样板的内容谈，向230能够以压榨它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样板的内容它内容安排几点批准了报告呢？会议标记通过了关于国民压榨它社会发展第9路执行规划它向230北求之样板的内容目标纲要的建议。会议通过标记通过了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奥罗规定呢，只向230能够以北地个奥动态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让得按照奥罗规定呢或修改，照公布。会议通过标记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办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规定，规定自后个公布动态话。会议标记通过了高北届全国人大80会议关于向230能够国民压榨它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它向230能够以国民压榨它社会发展计划的建议，决定批准关于向230能够国民压榨它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它向230能够以国民压榨它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向230能够以国民压榨它社会发展计划。标记通过了高北届全国人大80会议关于向230能够中央它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它向230能够以中央它地方预算的建议，决定批准关于向230能够中央它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它向230能够以中央它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向230能够以中央预算。会议标记通过了高北届全国人大80会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建议。会议通过标记通过了高北届全国人大80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建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建议，
既定批准奥罗报告呢？报告。岛干立长书我讲了，你好的，狗被改全国人大六十会议通过多次代表多户事说，对文办大操起内诺错落责成，要中国共产党现在到一波上路溶解溶用呢，加倍是万动地着莫习近平同志多拿着的党中央引进到，到莫表露意识，人容表露自信，我做奥罗波台，多次通杀共就狗容战使用办大，为加中华民族召唤完容多使得良弱。要说主席台鸟类蛤蟆丁西强、刘贺、习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小杜、张友夏、陈希、陈庆国、陈明儿、傅春华、郭声坤、黄坤明、蔡奇、有请等罗州呢。中央他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单位、错落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团农会，动着鸟北国家的实际团农会，北地狗已当说了北定不着北分。李长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80会议狗会。因着呢，正要加工挖工的种建用，也能生错落的钱做安排、做组织，是从办上上了几工厂。要始终线路考察嘅话，就领导当道，第几期双张证，去老到南，去老到我，这么就给我讲就够来，那挖成4分，给挖成网络，够来同来参考参起来高标准啦，正我也让，到么挖到，叫那开了几期么好叫，领导要开了几期么好领导。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本要头保证工程质量上，着紧建用使用办它。保证单个指头的群众加工，得不能多差，对多功能对干人办上了几工，因着呢临场时双江性这么这有，双江迎风将对了多功能专利合作时，通过是机器了这有，同意话有看着的摄影就么叫，通过我呢话这有比头这有引展着说的本质，被么有这种活开的群众就么叫，有加上。像那双江性划算叫北万脚叉门来了，这话呢这道理有对走叫2万北叉不8门，要杀1叉200米的水江性同长少，对多个人这么集中叫高养鱼，像那你不么办完事见着高养鱼讨教挖给，水江性有关部门看农业技术能多的开教，一招过一招么走累，一让过一让么走烂，想要讨这多的呢对规定上，落来为了防感冒。农高养鱼，他的主因我讲对所小落度。北站品种南北湖挖种树之后，路品种南主要靠沙当做，路到路，路到中，那头累它废料，那自动到一亩也只要到1吨做2吨。另在澳本通那头，文山者全百姓或等着难着的，对多功能这么叫卡，就让小那全百姓的卡也叫到1万亩。北都叫到相应后来。这呢卡容话，莫做找来一个，莫本早出来，查到公道湾，像那公道叫了不知么。罗北里来要养有因的药金占用，红火者食品性义农证通过统一养有因，保证因的品种中养得了的有因多，为诺干我因交容到容基础，换了食品性交1万亩靠因的规划，对一化分割落实做起。估计是大屯街道正抓紧占用海农工废料，我得够来讨合适。够制了社区向那教练农工废料，错的呢一会都准备用了。同海县要火车交收，俺们的路杆、机器多杆的呢，就是农药，是说打造绿色农产品。是啦，正确应呢，也就加得赶凑短，那以后加被得绕路到药花中的一路上注意。农地
这位书记陈明做文山市筛选的项目我都多讲，你好的，要主动帮助服务，南方注意该级要投挖项目制作的操战困难问题，将多次对鼓沙道是说做项目、挖项目，促使亚洲社会活动中。我个陈明足球沙拉文山州民族拿起人，传染病医院他文山市市民公营，顺城北市新，城南地下综合管缆，盘龙头内文山湖南多综合治理，福靠站技术改造，文山做沿山天然气自行管道工程等项目呢。从班内诺对短年挖中试探实况，挖多种头脑，华南班内诺头头的困难问题。分析研究该级的总注意，为此科项目抽量抓住。村民下达，办挖草路项目差铁内诺，要抽制文山亚洲社会化网最终最导入的注意。泉州超级草路部门也早高项目建设，早高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早高此科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办挖交通顺利对路的那等路能，它保路路的重点参与。此科数字文山对重点领域呢，说出总项目是说抽制此科一批基础中功能路亚洲活动中的那项目，要泉州是说抓中办中项目。村民下达，亚洲莫服务内容办到要化中，主动稳定办服务内容，从项目的谋划、包装、申报、绑堆，此科他挖到落实对潜能开拓。从操盘操前红办服务内容，加内容亚查服务等呢都早高项目红办，抽制要换到容类路的项目要文山绑得烂强，亚洲抓路要素保障，抓沙多抓摸项目挖到要花沙，对项目个挖到中也将高占用同他们挖，挣钱到摸投资抽制项目做一路挖到，对项目个挖到根也早高头头的问题。摸到中注意，保证项目早高占用木挖，亚洲抓路统筹协调，反保反独组织一批摸代表性职责，前期内容办到中的项目集中开工，多种摸小投资，减少投资效益。摸项目办中，此科中和共和中国共产党将受到一波凶。福州站展演对罗族南一次梦调查研究。农地，马里坡县道路部门多户挖执法行动，我娘摸摸填报做给车呢，学站拉队挖的奥罗这路单。早头网报道，县委他审判20多年呢，只通过有关部门批准，就莫拉队挖这。马里坡县自然资源局、农科局、马里镇人民政府等人都让下瓜直播站拉队挖这。挖多种着20多年的新传国家相关政策，下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等。但过20多年的只弄下九州挖，相关部门就找法律改革，莫学站拉队挖的奥罗这那路单。我那里透过给龙棚，被一次路给一路路抓毛。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馒头”。馒头苗语是这样说的：抓毛。请跟我一起说馒头，抓毛，抓毛，馒头。今早我吃了一个馒头。当给呢，过脑了一路抓毛。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再见。甚至乱。让南报有点能帐篷，我那里蒙差就下装的呢，甚至乱。